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上映3天，全台票房破1000万。片中描述警察卧底卖炸鸡，为了要抓毒贩，尽管片中炸鸡店是虚构的，但其中一道水源牛肋排炸鸡让不少粉丝都想吃。剧组干脆公开食谱，还有 YouTube 亲自示范。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，毒贩会来买炸鸡吗？他们都叫外送，我们来卖炸鸡吧。卧底警察卖炸鸡，抓毒贩。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上映3天，全台票房破1000万。尽管是虚构的炸鸡店，拍摄期间就用了463只鸡，但这道水源牛肋排炸鸡还是让网友好想吃。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也太好吃了吧，卖到来不及炸了。电影中假想的热卖商品，戏外掀起一阵热潮，剧组不得不公开食谱，还有韩国 YouTube 亲自示范。酱汁部分包括胡椒、糖浆、芝麻油、辣椒酱、切碎的洋葱和可乐。鸡肉部分不得浸泡牛奶30分钟，还得油炸2次再加入酱汁才完成。看完电影就想吃炸鸡，台湾片商还跟韩式炸鸡店合作，在店内可以看见电影海报布置，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抽电影票。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，你们别忘了任务，我们是来卖炸鸡的吗？肯基基炸鸡店您好，请问要点什么？机不可失在韩国超热卖，连续1个月稳坐单日票房 No.1， 截止22日已突破1500万入场人次，成为韩国影史上近5年首部冲破1500万人次的电影，还超越《失速列车》《与神同行》系列的纪录。其他国家像是香港、新加坡陆续上映，就看能否再破纪录。